台南市第一届二张杯串烧大胃王的比赛，结合台南建城400档以及延平郡王郑成功400岁的圣诞，台南市罕友会结合多位议员加民间社团，共同举办庆祝国庆夜，用串烧大胃王的活动来献寿。活动将伫8月24日伫市立博物馆来举行，报名到8月17，欢迎市民踊跃报名。成就这次的议长杯串烧大胃王比赛，那这主要呢，我们是要纪念、要庆祝我们的延平郡王郑成功国姓爷400岁了。我们台南建成400，郑成功出生到现在是400，2个400，所以意义特别不一样哈。经费能力有限能够支持的全力以赴了都是他讲说那这样很好，他说那一定要办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记者会很多我们的同事黄家珍议员，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很多的我们的来宾还有我们的协办单位，我想今天的办的这个活动，他老师这个用心的计划策划而且我们这协办单位大家来共同参与，希望我们这次的活动能够办得很成功，也能够非常响亮。上午出席活动宣传记者会有议员柯志春、黄家珍以及真侪合办单位。陆军士官班校友会、街头艺人乐团协会，甲着两家教养院等，报名参加分个人组、混双组加3人组的组别。初赛以3分钟来竞速，决赛各组限时10分钟，以食上济胜利。活动兼公益嘛邀请两家教养院的医生来参加。报名的民众透过社团单位推荐，完全免费。查址的时间是8月17。限量只有150位的名额。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